投降，我舍不得你走，我认输了。顾西西，你出来！这个合照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怕你太想我，让你聊表相思用。那这件 T 恤呢？这件衣服是我专门定制的。我告诉你，开学第一天必须给我穿这件衣服，告诉所有人你名花有主，是我尹思成的女人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敢跟我抢女人。那这件衣服你怎么都给我扔出来了？这件衣服这么暴露，这么好看，我不允许你穿给别人看。你是去上学的，你穿件 T 恤，穿件牛仔裤就够了，穿什么裙子啊？思成，我是去交流学习的，这件衣服呢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我得带一些自己的作品去交流学习吧。那你自己理。思成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件 T 恤特别好看，但是我开学第一天穿不了，我保证之后穿一次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看在你今天这么乖，帮我收拾行李的份上，我给你个小奖励。起这么早？尹思成，你答应我的哦，每天都要开开心心，好好工作哦。我看你睡得太香，就不叫醒你了。3个月后见，顾西西。苏妈，尹总，看到西西了吗？太太一大早就出门了。她有没有说她去哪儿？这个没有，不过她出门的时候带走了一个行李箱。顾西西呢？上飞机了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他真的不在这儿。顾西西，你出来！顾西西，我投降，我舍不得你走，我认输了。顾西西，你出来！顾西西，你出来！